来昨暝这个造势暗会，韩国瑜嘛甲庆康对准着对手蔡英文，讲这个香港咧闹会，蔡英文煞咧补会，讲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，这话完全是乌白讲。若郭台铭昨暝嘛伫咧面册来发文章，祝贺中华队摕到 U18世界杯棒球赛的冠军。也毋过下骹来注明讲，这个拼场不如来拼世界冠军，哪像是咧惊体韩国瑜。 不离不弃的乡亲兄弟姐妹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礼拜日第3场的2020新北出发万人造势暗会，台顶镜头对准民进党的对手蔡英文。香港的流血，蔡英文在补血。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，完全是胡说八道。 韩国瑜嘛大发支持香港追求民主自由，主办单位讲有35万人参加，不过伫大家的吞打，现场的草啊拢受损啊。该球场就球场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面对党内造势活动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是铁面无私，伫万人造势同一暗，嘛有意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关注的是。 嗨，世界冠军，中华队来了！ 郭台铭暗时伫面册发文，标题写“和中华队首奖得到 U18世界杯棒球赛冠军”，不过底面有标注“拼场不如拼世界冠军”，敢是咧算韩国瑜？我们也不是针对韩市长啦，相信大家也是误会了。大家嘛好奇郭台铭敢会伫中秋起义？那今天是9月9号，距离9月17号只剩8天的时间，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猜。那如果真的要猜的话，真的如果猜对的话呢，我们会送一盒有4条的月饼。 郭台铭敢会借着月饼传达信息的，目前也是无透露。